美国甲印尼签贸易协定，印尼的出口关税降到19%。美国总统 Trump 这一当来出关税这招，就是望会当解决贸易逆差。不过，根据因官方的统计，逆差毋但是无降低，佫达到有史以来上界悬的。其中对台湾的贸易逆差嘛破纪录，达到1468亿的美金，是前一年的1倍。顶时代签署的贸易协定，美国决定印尼得到19%的关税税率。不过，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大刀好亲像无看到成效，因为根据美国商务部上新的数据，美国2025年的商品进口总额依然比出口总额较悬，商品贸易逆差1.24兆美金，创历史新高，比2024年增加255亿美金，增加2.1%。它真正实施的时间是在9月，在豁免期的3、4个月当中啊，美国呢，它的这些进口商，他们其实是积极的在抢货。美国对墨西哥越南、台湾的逆差也创纪录。美国对台的贸易逆差1468亿美金，比2024年737亿美金增加1倍。和台湾加入美国第4大逆差来源国。专家分析，主要是 AI 一调之下，美国对台湾出口的电子设备零组件加半导体需求加强。我们台湾的出口，事实上是从去年5月就开始不断在创新高，一直持续到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1月份，我们的这个出口也是超过600亿美元。最主要就是 AI 的晶片啊 ，AI 的伺服器等等。那会不会把贸易纳逆差再当成一个议题，要由各国去改善？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也要落实去年你们所有国家对我的投资采购、开放市场的承诺。根据去年贸易数字，我有没有下一步的行动？专家认为，台湾应透过落实台美关税协定，等现间期台美贸易逆差的决心。那未来台湾伫半导体产能部分输到美国，逆差竞争，也希望伫2、3年了后达到减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